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講下上半年覺得自己的琴怎麼都差少少，甚至身心最必須完琴身聽我㗎。你根本能夠努力是你頭上面嘅隨着太多需求。在視頻之前先在評論區聊個字，先將下半年的財氣運結束。再聽我慢慢同你了解頭髮起源學上叫三天煩惱師傅能量，淡化理髮更在路外圍頭教你一招，極刻建造上半年帥氣。下半年越來越發財，圓滾滾係小鈴鐺下半一旦。好多年前我提過一個好心態的個案，有位做生意的朋友，新上半年公司做明明就快簽約的大單，臨門一個總是被同行詆毀，手頭上嘅資金鏈拿到整個人愁眉苦臉。風水的時候我一抬頭就發現可以留住一頭又長又軟，甚至執住大半個額頭和嚴勁嘅頭髮。我當時一時間幫第一件事出去，髮型師幫你整個乾淨利落嘅髮型，把整個額頭露出來。結果才正樣去剪完頭髮的第3天，原本卡住的銀行貸款竟然順利批就落地，連之前走出的大客戶都主動打電話去作業。那就是頭髮磁場的神奇力量。好多人平時剪頭髮都只是提心情。想剪就去剪，甚至抽遲個放空嘅時間去理髮店吹個頭或者收一下。但命理風水學入面，人係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有無限頭位主陽之手是8合月所在的地方。你接受天地能量同宇宙靈感的天線，頭髮不成一面樹木同你哋個人的精神狀態，身體嘅氣息相關的。頭髮是吸收天的精華。但同時也都揭露住了過去了半年的喜怒哀樂，迫害困境受人是非。如果上半年的人住得心煩意亂，事業停滯不前，美國其實早半年的舊廠，原書上就叫做流廠。如果你需要生意好運動就根本不了。特別是8月這個月份，一個8月7月發表，可係開始進入秋天的真是專門係木嘅。經係無事遠處身就代表檢查整理出這段時間，下半年天地氣場大勢的時刻，加上8月中下旬就會進入傳統的農曆7月，則大家俗稱的鬼月或者愚人節嘅氣場星就交替，陰陽轉換的大雨分離法則變得字字講究呢。見的時間等於拿着把針剪刀剪斷，過去的煩惱同需要把下半年的材料理得清清楚楚。順順利利還有命理法的利字代表理順理財條理分明，發字更加是代表發財發達達。所以古人講越來越發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到底如果見頭最教材，大家一定要拿定時同步。或者我今天會嘗試跟大家分析第3天日同時生肖那幾天剪頭髮要留意的具體事件。呢個黃金走財嘅是8月5日和8月6日。在李口前的迷端也亦是同色，人民知識和破舊立新的意志。如果上半年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小人特別多神心並迫齊，第2日就是救命的黃金時間。你最佳時間9點至11點，是太陽光芒最長陽氣開始升騰的時間。這個時段處理法就等於借天地的陽氣從頭頂支住的上半年米池一斬而空。我對新嚟講，手的朋友嚟剪頭髮，可以幫你剪走上半年的小人官非；理髮時可以叫髮型師幫你把鬢角修整齊的朋友剪髮，可以幫你解開上半年的生理壓力；適合剪短小小梳頭痛；手頭的朋友，那兩儀剪髮可以幫你引爆下半年的事運業；特別是做創作或者自由職業的朋友，讓整個人思路係清晰很多；籠統熟悉的朋友，你那一髮可以幫你穩固財富，防止下半年意外破財。馬同樣的朋友，呢兩人是你的偏財之人，剪完頭髮去買張彩票或者談項目，成功率會大大提升。術後同學間的朋友跟企交替剪髮，可以幫你提升貴人溝通。屬豬的朋友，這兩儀剪髮可以幫你改善人際關係。見就好事是非大家去理髮店的時候去跟髮型師講，幫我將髮尾收緊少少。就算只是剪掉半截或者一粒尾都好，這個動作上就將你剪完之後，會即刻覺得個人輕鬆晒，頭腦都清醒好多。第2個黃金周才是8月11日，同8月12日而是農曆6月30日。
只是農曆7月鬼門開之前的最後大假日，玄學上叫做報財富大吉日。你2日理髮嘅黃金時辰，中午的11點之夜，55、11天之中，太陽正中，天地和氣最旺嘅時候嘅時間，佢剪頭髮不單止可以試走身上嘅濕氣和陰氣，就可以結合上土土生金的磁場，幫你下半年的財富打榜。如果你是做生意做銷售，或者都想下半年迎爆偏財，中價彩票或者拿大花紅的朋友，2日去剪頭髮就最適合不過而已。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朋友，佢理髮嘅時候，不妨穿一件紅色或者黃色的上衣，或者學土傷身之際，理髮嘅時候心裏面連下半年財源廣進。如果你是想工作不是去剪頭髮，可以幫你提升公司嘅影響力，讓上司更容易注意到你的努力。特別是手手足痛的朋友，良人是理髮，可以幫你下半年理出一條清清楚楚的財路作業，事半功倍。第3個黃金招財節日是8月22日和8月25日，這2日已經進入農曆7月中旬，叫做陽氣提升生財人。好多人一聽到農曆7月就殺到不敢剪頭髮，因為鬼月剪頭會是陽氣或者壯氣，其實這個是大錯錯嘅關聯。農曆7月只有你大白天的，反而可以極簡化來提升自身的學識同光芒，讓那些得頻率的負能量不敢靠近你。阿里理髮的最佳時間是下午的1點至3點，這個可以幫朋友出去剪頭髮，可以幫你趕走身邊的小人交流下半年，打個人講完剪頭髮的記憶。我們一定要講講面霜同髮型嘅配合。順便有好多人都問我在面向上到底有更重要。今日我就嘗試同大家查看一下額頭嘅面霜和眉毛。面上學入面，整個額頭包含着好幾個極其重要的宮位。最頂端是火星同天庭，代表你祖上的火。同日青年時期的人丫頭。正中央是正代表是工作。是官是兩位之間的位置叫做人同。一直是命宮，代表了一生嘅總運勢。心情健康，額頭兩邊剪髮計線的位置叫做天窗或者左右。財富代表你能不能賺到錢。有固定之前，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等於天地能量的太陽能接收板。如果一個人想要留住厚厚的 K 劉海，把額頭封得死死的，在海面上升就叫做明堂。想太陽光照到個頭，你的官祿宮一片陰暗，發黑發暗天窗被頭髮夾遮住。財神爺就算抓住金元寶經過你面前都不到這個樣啦。好多年輕朋友或者女性朋友，平時好曾一留好好的 K 劉海，或者把頭髮梳到頭兩邊的太陽穴。聽我講，如果近期運勢好，順流髮人無問題。但如果近期覺得自己好，曾被傷害或者遠，貴人你第時經要去理髮店做的，再把額頭露出來，側住額頭元素上就叫做自動自光芒。你把天窗這些太陽附近位置遮住，就等於把你自己的財富所寫上。你把人同這是兩位之間接觸，就等於把你自己的運勢大門關上了。所以我現在同人講8月理髮，一定要同影師講幫我修剪一下我的頭髮。男士朋友最好把兩邊剪得乾乾淨淨，把整個額頭露出來。髮嘅線修整至海面上叫做光中有早上。男士以歡樂宮為重，額頭一亮，事業上的貴人一眼就可以睇到半升至加薪的機會，極可提升百姓至於你的朋友。如果你覺得全額頭不習慣，或者覺得自己額頭太大不好看，你可以選擇K劉海或者薄薄的空K劉海。總之一定要保證兩眉之間的印堂位置是清晰可見的，兩邊的太陽穴位置不好，背後嘅頭髮積做。當你理髮就去理髮店，拿鏡子照一照，看到自己的額頭閃閃發亮，神清氣爽嘅時候，我恭喜你，你下半年發大嘅錢已經出現啦。除了髮頭之外，8月人頭髮五行風水學問，頭髮本身數目於8月流溝之後，天地的陰氣開始上升，是黑色的，如果演出或者檢查髮，就容易造成金木相合，導致了下半年情緒波動大。容易團爭吵甚至破財，讓8月到的延招財星同分離夜，金水的生肖與八字。如果你是豬屬雞的朋友，8月理髮嘅時候非常適合慎重些，
顏色或者保持天然的黑深色熟睡，金生水水生木這種顏色可以起到極好的通關作用，水代表智慧流動的財富，顏色可以幫你下半年做財放流財，特別是做金融物流、資金或者 IT 行業嘅朋友，這種花色可以讓你看上去沉穩可好學自然，源源不絕地可可圖的生育八字。如果你是農農嘅朋友，8月的時候可以適當一下綠紅色，紅棕色和暖色紅色色調樹好好生活，好生圖都代表地產，固定資產同財富亂失掉，可以幫你引爆下半年的偏財運，特別做生意做地產，做美容或者自由職業嘅朋友，這種花色可以幫你增加人緣買頭髮，讓你人群中閃閃發光。第三類關於髮型轉趨道的風水，自發冇轉發小河。如果你下半年想求運，想考公務，想做研究或者做文字工作，髮型一支必盡之法，可以幫你定時你去。如果你下半年想撲做，想做搜索想搞直播，想創業啦，投資髮型可以適當的小小微轉，微轉的髮型師可做你著名性珠寶花嚟，可以幫你快速提升名氣同吸引注意力。除了頭髮之外，理髮的時候仲有兩個圍觀。面上其實好多人就是眉毛胡鬚，古人講眉高聰明，眉高破財。好多人在理髮嘅時候只顧着剃頭髮，忘記了順便修一下眉毛。在海面上叫做親地公，一代表你的交友緣，情緒控制能力活得三個豪宅，甚至兩條眉毛都能遮住。在銀行那個海面上叫做很容易招惹小人破的。你8月理髮的時候，一定要叫髮型師先幫你把兩眉之間的渣刮乾淨，把眉毛修得清晰，有人眉毛修得好，代表了下半年辦事有條理，手頭上嘅項目和資金都可以理得順中。至於藍色的鬍鬚害怕海面上升，代表這個人的財富固定之前。8月離巢之後，他的鬍鬚留得太雜亂或者太長，除非你是八字都需要活的老人。否則青中年把下巴清理得乾乾淨淨，代表財富傾量收錢收嘅舒服。降運招財的方法，我就一定要講講8月農曆7月，是保平安防止運到退的關鍵。大家一定要聽清楚。第一個4月是農曆7月7見，晚上9點之後清齊去理髮或者洗頭完可上崗。夜晚9點之後開始自私陰氣最重，頭髮是人體陽氣的負責點之一。深夜理髮禿頭髮吹，好容易被低頻率的能量干擾，導致髮到起皺嘅夢，頭痛甚至第一做生意判斷師。所以理髮一定要揀大白天陽光充足嘅時候。第二個4月是農曆7月7見怪異的顏色，比如的白色、灰色、綠色或者飄遠成灰黃色顏色。上樹堂風水學上代表着七七成色，走街上容易遭遇不必要的磁場干擾。都會讓你哋正財運大幅度打折。第三步4月是理髮的時候，亂擺頭髮，好多人一睇到頭頂有幾根白頭髮就升職，緣分一定要叫髮型師用執不掉聽我講。如果你擺頭髮頭頂正中央或者後腦勺，單獨伸出來的一兩根長白係完全想那個叫做福或者壽後，代表你今天會有準備貴人相助或者一不意外的光臨。用手鏈根丟掉就等於那個火色。如果你覺得影響美觀，用剪刀把上面白的部分剪斷就可以了。保留它的根不持長。第4個詞語是剪完頭髮之後，隨隨便便帶着身碎花花車就睡覺。理完髮之後，碎花上面沾滿着剪掉的舊氣場。如果必須清理你的剪斷的毛髮碎片，會在睡眠的時候干擾你的氣場。第5個4月是理髮師同事大聲爭吵或者恨情極度惡劣，本來是一個梳理氣場的過程。如果你剪頭髮的過程中蠻夫牢騷，同人爭吵這種負面情緒會直接遭遇到你新收緊的髮型人面，導致你剪完頭髮之後運勢反而更差。所以理髮師保持心情愉快，心情感激，這次重要的心理風教大家一套獨家的理髮後開運氣法。大家剪完頭髮翻到一定要早足走。你理完髮翻到屋企之後，第一件事不止就去吃飯或者睡覺，佢準備一盆溫水麵，放入嘅9把醋鹽。如果有條件嘅朋友可以放幾片柚子葉或者黃皮葉，
用那個粗鹽油脂椰水把頭髮全身傾瀉一遍，粗鹽元素上具有極強嘅作用，油就可以去抑身嘅水氣味。當用粗鹽水洗完頭，洗完澡之後，你換上一套乾淨顏色少少嘅衣服，這個過程在文學上就叫做跟頓鹽水。完洗完這套腋下半年嘅清洗同順時正式動作。洗完之後，你可以拿一張紅包袋洗面，放入幾桶小茶葉放在你的枕頭底下放3天。你嘅小動作可以幫你迅速穩定淨化之後嘅新磁場，讓你在睡眠中吸收安全最長嘅能量。各位朋友，玄學命理不是迷信，古人生活智慧創新，8月禮拜2頭8月齊，每一步都是幫你種數個人床，先讓你有內到外環發出一種自信光亮交彩的氣場。當你自身嘅氣場變好，你講說話有底氣，做嘢有精神，身邊嘅貴人財富自然就會好似時間用過來。好啦，新時間過得好快，非常多謝各位老友抽時間陪伴和聆聽。希望今日理發嘅小圓仔可以真真正正幫助大家下半年理順財富迎貴人。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所啟發，請一定要記得幫我點讚訂閱同開啟小鈴鐺。可以將這份好運分享給你身邊最關心的家人和朋友。大家的每一個支持都是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元素智慧的最大動力。有任何疑問，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打出幾齊幾苦。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祝大家下半年越來越發福且滿滿。我們下一期再見。